嘅紀念蛋糕咧就已經完成啦。咁今日咧，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款草莓紀念蛋糕。如果想你都可以親手自己去製作呢一款草莓蛋糕嘅話咧，不妨可以去我哋嘅網店。咁我嘅網上甜品課程咧已經開始咗啦。咁而呢一款蛋糕咧，亦都可以親手逐步會教你點樣去自己製作。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今日嘅製成品啦。